兰姐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你这怎么说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呀？我背叛了你，背叛了红鼎。我是个叛徒。荷兰姐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挪用过公司的资金，泄露过公司的机密。我一直跟前夫联系，私下帮过韩云仓，一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，我全部都参与其中。荷兰姐，韩云仓和天狼集团早就私下勾搭，红鼎集团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全部都是他们在搞鬼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世彤，真的对不起，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我的妹妹，我一直想在你的背后。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竟然背叛了你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也把你当我最好的姐姐，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世彤，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是被逼无奈的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你把一切都告诉我，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你太天真了，世彤，没有人可以救得了我，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。不可能，你现在不理智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我要清醒，我早就清醒了。你相信我，你赶快离开这里，好不好？果然是姐妹情深，我差点都被感动了。郑成强，你来干嘛？你当我傻吗？你刚才那么反常，原来是要告密呀？荷兰姐，她怎么在这儿？你猜呢，美女？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。郑成强，你休想动他一根汗毛！荷兰，你觉得你能保护得了他吗？你就收手吧。世彤他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的事情。要说错的话，那也是我。真是对不起了，我没有我的使命。荷兰姐，你不要乱来！荷兰姐，郑成强这个畜生！畜生！我让你今天见识见识什么叫畜生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许过来！云总果然气质不凡呀，只不过这么漂亮的大美女要是死了，怪可惜的。个混蛋！火爆脾气，我喜欢。只不过老子今天没有时间陪你玩了。你放开他！左飞，又是你小子，放开他！我知道你能打，但是你又能怎么样呢？每一次我的计划都让你给破坏了。今天呢，别动！
荷兰姐，段飞，荷兰姐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要好好保护石头。石头，我求求你，原谅我。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，荷兰姐，我不许你闭上眼睛，荷兰姐，荷兰姐，段飞，你救救他，你救救荷兰姐，荷兰姐。秦雪，你冷静点。现在石头的状态不太好，明天一早公司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石头这边我会照顾好，你负责把公司稳住，别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。能做到吗？那先这样。感谢配合，有什么新的情况，请继续与我联系。你一开始就知道荷兰姐所有的事情，对吗？那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？你把我的荷兰姐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对不起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，我就不会来找他，他就不会出事了。你混蛋！都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。你冷静点。是我不好，没能照顾好你和你身边的人，都怪我。我是混蛋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石头，你一定要坚强。你让云世彤跑了，你还有脸回来？魏总，是我大意了，是我大意了。你站着站着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将功闭嘴！你知道现在柳峰和韩元仓，你在背后怎么说无能吗？啊？魏总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本来是这样，云世彤本来已经被我控制了，一切都很顺利。
谁知道那个段飞？谁知道他妈什么时候冒出来？是段飞，是，怎么又是段飞呢？是。那荷兰呢？荷兰应该死了吧？应该。什么他妈叫应该？魏总，再给一次机会，魏总，魏总。现在外面风头肯定特别紧，你去外面避避风头，等通知吧。行，谢谢魏总，滚！谢谢魏总。喂，魏总，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云世彤被救走了。什么？他被救走了？又是那个段飞。还好，荷兰死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是不是警察又开始调查了？你们办事儿怎么这么不谨慎呢？